台北市政府和中国上海自2013年签署双城论坛合作备忘录了后，但是拢会互相送册，放伫咧图书馆。刘议员表讲，伫咧台北市立图书馆总馆的上海之汤活托北京专区，竟然有放统战内容的册，就咱的言论自由伫咧宣传统一的思想。 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年8月去到上海参加双城论坛的时，市府强调会以对等尊严的原则来交流，而且自2013年签署合作备忘录了后，但伊拢会互相送册。但是台北市议员林彦峰23指出，伊收到民众တင်前讲，台北市立图书馆总馆上海之汤活托北京专区的册，竟然有统战的内容。议员质疑这唔但违背市府当初讲的对等尊严，嘛有看轻咱主权的情义。这些涉及统战的相关的言论包含了一国两制或者是和平统一，这样的话内容的这册，拢放伫咱的图书馆内底。啊，上下面各有一个中华民国1949年已经灭亡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结果咱无甲审查，没有把关，就竟然大剌剌的就放在图书馆里面。我认为这个把关的机制是失灵的。 议员林彦峰质疑台北市教育局和台北市立图书馆根本就无照期工地审查，要求甲即寡牵涉侵蚀台湾主权的册水落架，若无就是爱改进专区电视的方式，维持观点和思想的平衡。其他的图书馆至少人家都保持一个平衡，是它不是一个专区，它旁边还放有一些我刚刚提到的关于台湾民主自由的相关的言论的书籍。展示的方式跟重点我们可以做一调整嘛。 就刚一做那个建议，我觉得相当不错。针对议员指出有争议的3本册，包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国的历史、甲福囡仔的历史地理，台北市立图书馆表示，目前已经把册摕落来，经过进一步审查，若是无问题，要是会摆出来展示。因认为民众要是有知的权利，嘛希望大家家己爱有判断的能力。记者卢尚如、张玉瑞台北报道。